的心啊，你着真正全部听候上帝，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是拯救我的，伊是我的高台，我袂摇动。我的拯救，我的阳光在伫上帝，我的快乐的石盘，我的闪避的所在也在伫上帝。即时，咱来吟诗圣诗第175首。新的天，新的地，新的天，兄弟请起立。告别，咱做伙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不列多林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话，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咱做伙来教读启应文，启应文第20篇，
是诗篇90篇。好，我来客，请兄姐来引。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也袂造成。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一声，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迷茫。早起时发起来无声，阮因为你的受气受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咧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一声，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的一切行通。以上，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听阮的阿爸父上帝，阮要学罗你。你是仁慈稳定的上帝，无紧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每个早起时，你的怜悯甲慈爱拢是新的。你以爱要赐福互阮，阮要来亲近你，领受对你来的福分。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阮知你过去安怎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即摆嘛悠然带领保守阮头前的路站。阮满心感谢你。伫这圣的主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照你丰盛的慈悲拭去阮的过失，将阮的罪过已经洗除。求你甲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当阮安静心并虔来听候。愿你对阮的心来讲话，互阮的心谦卑柔软。通互你来调整，生命更加稳固成长，哪来哪坚定，会当哪来哪勇壮，通结出好的果子，通真做合你心意的门徒。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的主日，愿主赐福坚固阮所做工，伫主的内面三合一，三夫妻甲鼓励，求主赏赐智慧才能，互阮。无论徛去伫什么所在，拢有对你来的光明快乐来温暖阮周围的人，会当伫个家庭、社会有水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名。我嘛为了身躯欠安，或是受事无阻挡，袂当来甲阮中间的兄姐，求主悠然保守看顾，赐平安喜乐伫因的心内。但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互主，恳求圣神踮伫阮中间引带阮，安尼学罗感谢恳求，拢是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学乐，咱请妇女团体来学乐。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万面充满你的恩典》。
创造大万年。咱感谢福禄团契，感谢神达执事的大提琴，愿因更归入阿爸爸上帝，愿咱一生拢伫主的内面来领受伊丰盛的恩典，强守上帝的话，圣经，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14章第10节到11节。伫个台语汉语本246页，迄是咱来看头前的导影，咱斗阵来读。看耶和华照伊所讲的，互我活地145年，就是对以色列人行伫旷野。耶和华甲摩西讲这话的时，看现今我85岁啦。我也个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安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好，咱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好好听伊话、照伊话来行的人。今仔日。志成长老要为咱来讲道，伊今仔要甲咱分享的是勇行的世代。咱请志成长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吼！阁有机会即摆来讲台顶，大家来分享。伫咱分享的台先，咱三个来祈祷。阮的天父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我有机会阁一摆伫讲台顶，大家来分享。阮是你所拣选的囝儿查某囝，这是阮一世人上大的福气。阮要珍惜你赏赐阮的每一工，伫圣神的引带下面。互阮所行所做，会当合你的意思，互你欢喜。也求你的灵即时甲阮三角伫地，保守我喙所要讲的，会当真侪兄弟会帮赞。阮安尼祈祷感谢，奉耶稣的名，阿免。好，今仔日咱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勇行的世代勇行的世代。其实若用华语来讲，叫做壮世代啦。壮世代尾我想讲，若用字面来翻壮世代大家可能听无啦是咧弄啥呢所以我用即个咱比较较好理解勇行的世代即个题目来甲大家分享安尼较好理解啦有阵即个华语咱用字面来翻意思听袂啥会出来好，首先我先麻烦者咱在场你65岁，听清楚65岁以下，咱请举手。65岁以下，好，手放落来。手会当放落来，手会当放落来，毋免举遐久大概也占无2成啦所以拄仔无举手的，表示你是65岁以上对无？对咱伫生活中咱一般。像这65岁以上的人，咱安怎甲称呼？老人，还有啥物？老伙啊，还有啥物称呼？老高，这无好听嘿。有啥物称呼？干嘛安尼？资深的资深俊男、资深美女这听起来真文雅，听起来真爽快有人叫。高龄咱第一叫做水会人水会乐龄咱莫讲老，听老敢起毛字袂好
嘛人叫银发族对无？好，其实吼，咱讲即个65岁以上是老人吼，是有原因的啦。咱其实是参考1960年吼 WTO 世界卫生组织，迄当时伊就讲，若65岁以上叫做老人。咱甲看吼，1960年到即马偌久啊？60多年安尼吼，所以表示啥？60多年以前就讲65岁是老人。大家想看卖啊吼，60多年进前的65岁的人，甲即马65岁以上的人有相款无？应该是无相款咯吼。我要证明者吼，证明者安那无相款吼。来，这张图吼，这张相片是今年1月初7我去台中。甲我迄当时大学的时阵，迄个中青团契的朋友聚会的时阵翕相翕的吼。遮内底的人若无60嘛58啊恁看起来敢有成60岁？恁一定爱讲无成对。好，来，搁来一张吼，这张就是2月份2月份是甲我大学的同窗大学的同窗做伙食饭。才保证遮内底全部拢全部拢60岁因为阮共年的嘛吼，阮拢60岁吼。有啦，我头毛较白吼，甲我较食开吼，看起来有较老。所以咱发现讲吼，60多年以后，咱这年纪吼，因为咱的生活方式改变，还有咱的什么医疗的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多国家已经开始咧定性评估，讲到底几岁以上叫老人？有人讲70岁，有人讲几岁无一定，过大家开始咧思考。不管安怎讲吼，咱会当发现讲，即马咱人的寿命不断咧增加，对无？所以呢，高龄化的社会，高龄化的社会吼，会愈来愈普遍。来，咱互大家看几个数字，就知影讲，啥物叫高龄化的社会？伫2008年已经过2008年，咱台湾已经进入这个高龄社会。啥物意思呢？就是65岁以上的人吼，超过14%。当然即马不止因为即马是2023年嘛，已经超过了。好，过来2025年要到要过2-3档咱就要进入这个超高龄社会、超高龄的社会。啥物意思呢？65岁以上超过20%。甲咱现场拄好倒并啦咱是65岁以下的20%过整个社会是安尼到未来2035年，60岁以上差不多28%，有无？愈来愈悬更加恐怖，都过30多年2055年，65岁以上的占40%。意思讲到迄个时阵你路会看到有将近一半都是65岁所以就是讲，咱的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就是为高龄化这个方向去发展。到2055年将近40%的人是65岁以上的时阵咱台湾迄当时会比欧美甲日本的比例都较悬迄当时咱台湾会诚侪全世界上老的国家台湾第一名迄当时啦迄当时，所以咱会当真肯定来讲未来是啥物？是侪岁人的社会。我怎样讲侪岁人呢？侪岁人无一定是老人咱记一个进前无偌久，咱看像一个新闻即个郭台铭讲伊4当前年轻气盛伊推动伊是年轻气盛。我若无记毋对4当前伊几岁你知无？69岁。69岁应该算侪岁人嘛伊讲伊年轻气盛，表示啥物意思呢？69岁对伊来讲还阁少年。所以侪岁人无一定是啥，无一定是老人无一定。来，咱做来读拄仔有读过诗篇第90篇第10节，咱做来读，请。阮一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永驻，通到80岁。无毋对咱圣经讲的拢真正确咱根据内政部去年8月公布的数字，咱台湾平均的寿命是80.9岁，80.9岁。
啊，即中间男性的是77.7，女性的是84.2，差几岁？差较要7岁呢，对无？差较要7岁款哦，嘿，7岁款啦，哦，啊，为怎样咱男性的活的时间较短吼？咱家己登去思考啦吼，嘿。啊，毋过即个数字哦，若甲联合国公布2019年全世界男性甲女性的即个平均的寿命，咱男性虽讲是77.7，抑阁比全世界阁加7.5岁。咱的女性是84.2岁，对无？甲全世界比，阁加9.3岁。啊，所以有长岁数哦，有呢吼。所以咱真正是叫台湾是宝岛吼。啊，有人咧估计啊。讲即摆60岁吼，像阮即样的哈，即摆若60岁的人有一半以后会活到90岁，有机会哦吼。咱即摆台湾哦，平均哦退休的年龄是60.3岁，算60岁好啊。所以你想看觅啊吼，60岁退休了后，若活到90岁，抑阁有几年？30年呢。所以若有人讲啊，你退休啊，60岁退休啊吼，人生就进入夕阳吼。就是讲日头落山啊，你也想看觅啊？那咱活到90岁，60岁退休，敢叫夕阳？抑搁咧日正当中咧，要壮年啦吼，要壮年，所以毋是啦吼，毋是夕阳哦，所以你爱改变吼。所以咱会当安尼来思考吼，这年纪啊，年纪的定义毋是绝对的，伊是相对的，也就是讲你心内认为人生还阁有偌长。这才是重点，毋是你即摆几岁，是你安怎想哦，安怎想。陈南洲牧师近前有写一本册哈，叫做《在世之日》哈。我想伊意思讲离世间的日子啦，离世间的日子。这本册伊内底有写吼，讲咱人活伫世间，毋是敢有生物性的即个生命，就是毋是敢有肉体的生命。抑阁有啥物？抑阁有灵性的生命，甲社会性的生命。社会性的生命意思讲，你甲你身躯边的人的关系，人际关系的这个生命。生物性的生命，就是咱肉体的生命，是上帝所赏赐的。对人爱去甲珍惜，有伊的意义甲价值。毋过生物性的生命，毋是绝对的价值。安怎讲？因为生物性的生命的意义甲价值，是在伫你有活出灵性的生命，也是。社会性的生命也无，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咱若你圣经中间，咱发现讲，耶稣捌伫旷野禁食祈祷，受到魔鬼的试探。耶稣迄当时就用旧约圣经的话来对魔鬼来讲。来，咱三个来读。人对我，毋若我靠饼，就是我靠对上帝的喙。所出隆重的话，这段话是伫马太福音4章40。所以为耶稣讲的即句话真明显吼。耶稣认为吼，咱人的生命毋是敢有肉体的生命，上帝的话会当成做咱生命的美流。所以每一个人的出世哦，都毋是家己的选择。咱敢有法度选讲我要带什么人兜出世，无嘛？甚至嘛无法度选择讲我要当时出世，无法度吼。即摆因为开刀的关系啦，爸爸妈妈会当决定啦。有人讲我要元旦宝宝对无？就你1月1号才生。有人讲我要双十节啊。过咱本身是无法度去做选择，所以生命的本质是一种享受。咱的生命是受享受的。所以上重要就是讲，咱人生毋是你维持肉体的生命尔，咱爱你有限的在世之日你世间的日子。看要咱去超越身体的生命，来实现生命的意义，甚至进一步来创造生命的价值，互咱甲上帝的关系会当建立，来成就这社会性的生命甲灵性的生命。所以你这本册在世之日中间，陈南洲牧师对这个年老有一句话，我感觉伊讲真好，互大家做参考。咱最后来读。将病痛交予医生，将性命交予上帝，将调养交予家己。这三个观念毋通弄毋对去咱常常将病痛交予啥人？交予家己嘿。
将性命交互啥人？交互医生。啊，调用交互啥人？对，我甲祈祷啊，对无？啊，结果啥物拢无做吼，所以这三个关系毋通弄毋着去吼。真重要，病痛爱交互医生，所以身体无爽爱看医生，对无？性命交互上帝，万事交托伫上帝手头。啊，佫上重要，要做毋做，爱在伫咱家己啊。哦，所以毋是讲啊，这三个关系你弄毋着，代志永远会当成就无法度。哦，所以陈兰州牧师你在世之日这本册内底，对年老吼有三个建议啊，咱来听看卖啊。好，头一个建议吼，就是讲，莫去想讲拢袂老了吼，是想啦，要安怎慢慢啊老，哦，慢慢啊老，慢慢啊老，就是从即个变老的过程甲延长，啊，互目睭、耳孔、体力、记忆的衰退，即速度啊，较慢小看，较慢小看。啊，所以若要较慢慢啊老，爱安怎？爱培养啦健康的生活习惯。啊，所以生活习惯真重要。哦，这咱大家拢知，爱去甲注意。好，第二个呢，第二爱注意啥？就是用正面的心态来面对年老的现象。哦，咱定来讲生老病死，对无？哦，所以这个年老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啊，既然是无法度去避免的过程，所以咱都要用正面的心态来面对年老的现象。哦，这张相片是1月29啊，我邀请我阿舅这边的亲戚，伫这上海迎凤楼吼，啊做60岁生日，啊倒手边迄个寿星就是我啦吼。啊，大家有发现无？毋是啦，有发现后壁即句话啦吼。做伙人拢坐较济，少伙人拢徛来较济吼。这一个真趣味的现象。我嘛毋知影唱生日快乐歌，哪会唱到大家拢徛起来安尼。坦白讲吼，坦白讲，我以前毋捌想过讲我60岁是啥物款。真诶，我毋捌想过。我毋捌想过我60岁是啥物款。啊，呾即马知影吼，60岁就即个款安尼。甚至我对我家己已經60歲，即樣代志吼，坦白講，我有淡薄仔歹接受。安怎講？時間過啊，哪會遐緊對無？真緊！我想咱在座攏65歲以上的佔多數嘛，恁應該有即款感覺吼。我心内想講，時間哪會過遐緊？就親像即個古聖詩435首講，當咱大家來吟詩，即首詩內底講的，寫時才是做細囝，一目咪久變老人。真诶，真诶吼，所以以前诶人讲诶吼，其实拢真正确，咱还未感受到尔。也毋过，当我看到我诶离句啊，机场长咯，伊即摆已经86岁啊，结果呢，还佫活跳跳哈，定定诶四界拍拍走，互我对这个年老吼有拄较乐观诶看法，爱用正面诶心态来看。哦，伊讲你食饭诶时阵，我请伊祈祷，伊咧甲我强调讲。我86啊啦，你60啦，啊，慢慢来哈。伊86岁啊，真有活力，真有活力。好，第三个吼，对年老的即个建议，啥物就是你来去准备迎接年老。准备迎接年老，就是接受家己生物性、咱肉体的即个生命，甲社会性的生命，这种转变的现实，一定会变。这是啊，无法度去避免的。你爱去思考怎样去充实你人生的生命，互家己的年老的生活会当搁较美好。所以咱做伙人吼，爱去想啥物？爱想讲怎样你肉体上的目睭、耳孔功能渐渐衰退时吼，心灵的目睭、耳孔颠倒啥啦？愈看愈明，愈听愈清。怎样你肉体上的体力已经下降的时，咱精神的气力会当颠倒愈提升。这重点就是爱去操练咱的心灵，透过咱的心灵的操练来超越肉体的限制，互咱会当享受这年老的日子。所以，整个来讲，陈兰州牧师吼，你这本册在世之日，伊对这个年老有一个搁较积极的角度甲态度，也就是咱投影片顶悬写的这几个字。咱首先爱去接受年老肉体这个限制，接受了来去转化年老。什么是转化年老？就是爱去做心灵的这个操练。其实伫19世纪的时阵啊，全世界平均的寿命恁叫偌济
就19世纪开始的时阵，40岁，才40岁尔，19世纪吼，离咱即马差不多100多年吼。迄当时的人才40岁，到1990年的时阵吼，已开发国家吼，平均的寿命都超过70岁，所以进步了足紧的，进步了足紧的。你人类的历史上吼，袂捌有遮尔啊侪人会当得到即个长寿寿。头拄仔我有讲吼，有人估计即马60岁的人有一半会活到90岁，所以现今台湾的平均退休年纪是60.3岁，所以60岁退休以后，还佫有30年的人生吼。所以咱若掠30年做一个阶段来讲，大概咱分这3个阶段吼，就是1岁到30岁叫做第一人生啊，第一人生，重点伫成长甲训练。31岁到60岁哦是第二人生，重点是你奋斗甲成就。60岁以后的30年吼，就是第三人生，第三人生。你也想，第三人生要创啥物？咱来思考。你去年年底吼，去年年底内观的第二阿兄吼，吴春成吼，有写一本册叫做《壮世代之春》，壮世代之春。其实咱今仔这个讲题，我就是为这本册得到这个想法嘛。伊希望讲吼，会当用壮世代这个新的名词来代替已经互人当作是老人这个银发族这个旧的名词啦。壮世代就是嘛，壮阔的人生，壮阔的视野壮阔的心胸，壮丽的生命这用华语讲较顺啦反正台语较歹讲壮阔要怎讲弄个夸呢毋是壮阔的人生，壮阔的视野壮阔的心胸，佮壮丽的生命。基本上壮世代甲年纪甲健康无绝对的关系啦，是甲这个心理素质、心理素质有关系。这个心理素质就是咱头拄仔咧讲的人性的生命甲心灵的操练。只要你心理勇健这方面达到你就是壮世代。无你分讲你即马到底是几岁？一般来讲吼，咱即个退休的人吼，你甲我试一下好试一下，啦，无晓，无你就看我表演好。来，退休的人吼，上惊啥物？上惊失去有啦失去目标感。退休的人因为无来志失去目标感。你若失去这个目标感以后，可能就失去意义感，生活的意义。你若失去生活的这个意义感，你就失去生存感、生存感。过来创啥？破病倒落去，变成卧床族。其实伫咱台湾卧床族比例真悬。我意思是讲，咱差不多我若无记毋对差不多倒入门床然后转去的差不多爱倒偌久？倒8冬8年这甲一般其他的世界来做比较是差真济。意思讲，因免倒遐久，咱倒了较久这甲咱的医疗的这个资源有关系，因为咱有健保所以大部分咱拢会当尽量来维持这个患者的性命。好，上重要就是咱失去这个目标感、意义感、生存感，变成卧床族。这真重要是咱生活要有目标才有意义，有意义才会有行动。所以壮世代头一步就是要建立什么目标感目标感。你若无目标，这个过程都无这个追求的方向，你都袂有心灵的成长，你嘛无法度发光发热所以重点是爱发光发热你若当互你做的代志，互你感觉会当发光发热，安尼就对对。安尼就对来看一个例这是去年5月份一篇新闻讲的是对这个你日本的8到10岁翁仔某因10冬前，迄当时的10冬前，因才开始走马拉松真厉害8到10岁去走马拉松，更加厉害的是因要得到啥最高龄马拉松夫妇金氏世界纪录破纪录而且你2020年东京奥运传圣火，这就是因
发光发热的代志。所以咱会当去追求什么代志，互你感觉讲啊，我安尼做，我感觉足欢喜的，抑佫会当啦，家己发光发热，帮助别人。所以你壮世代这本册，伊嘛有提供3个要安怎来规划咱第3人生的一寡方法，互大家做参考。头一个就是你去回想你少年的时阵，你第一人生的时阵，你有啥物梦想？少年的时阵，你捌想过你要诚侪啥物款的人？你捌想过你要做啥物代志无？若还未完成，你会当你的第3人生来做这个代志，这是头一项。第二个呢，会当上网络去找退休会当做啥物一寡生活的方式。咱最近有一个真受讨论的一个话题叫 ChatGPT， 我想较少年的人应该拢知吼。其实伊是一个 AI 人工智慧网络平台啦真正你当甲问任何问题伊会当你几秒钟就甲你回答，过伊有可能黑白讲。所以你爱参考就好，毋通完全相信。好来，这张图就是我几工前，伫这 ChatGPT 我甲问问题，伊甲我回答的这个画面。我安怎问呢？我问讲，针对这个退休的人的生活目标，你有啥物建议？无10秒钟真紧毋免10秒钟，伊就随甲你讲真恐怖的代志你伫电脑头前内底敢创一个人的，你甲问伊随甲你讲。伊讲爱保持健康啦，爱学习新的专长，爱去旅游啦，爱去做义务的工课啦，甲厝内底人做伙去度过迄个快乐的时间。简单讲，退休了后的生活有真侪可能性，会当照每一个人介意、甲伊的需求来设定伊的生活目标，过一个真充实有意义的退休生活。讲了好无？很像人说的话，对不？所以这个建议咱做参考重点是爱想办法安排一个充实佮有意义的退休了的生活。好，第3项，要安怎规划你第3人生呢？就是问你家己，你希望做啥物？你的人生较袂有这个遗憾嘛？就啥物是你生命中上有意义的代志？啥物是你一直想要做无去做的代志？佫啥物是你想要完成的目标甲梦想？我自读册的时代，我就真爱买册册买真济，佫看的无偌济真后买，我无啥咧看。有一天我坐伫册房，看安尼规倒壁拢是册柜内底拢藏册，藏到根要抹出来我突然间感觉对因足失礼对不起他们了安怎讲呢？因为我将因甲因买入来，然后就放喺册柜因就拄点徛，有诶徛3档，有诶徛10档，有诶徛30档，有诶拄较久结果呢，我都无去发挥因稳重的这个智慧，我只是甲因当作是古董，甲踩喺遐所以我伫去年6月我去年6月，我就决定爱拨时间将这个册看好了，而且要做分享，毋是看了尔爱做分享。所以我的计划目标就是每个月上少分享2本册，而且做影片来分享。当然，这册柜内底册太济啊你讲要全部看了，坦白讲无可能，真正无可能因为一来是册太济，二来是我要继续咧买册不断咧买，不断咧买我感觉我来买册有种快感就是讲我会当将这物件变成是我的物件然后甲放喺册柜大甲藏安藏看袂了按过我的进度尽量去甲完成如果大家对这个内容有趣味有一个方式咱拢有咧使用这个 Google 嘛你 Google 你搜寻的时候，你也拍林志成老师你就看会到过你若拍林老师无效你若拍林老师找无找无好。所以各位兄弟，恁心头是毋是甲我同款有类似的这样情形？都有一项一直想要做无去做的代志，有一项你想要完成的目标甲梦想。如果若有
就开始去做。你只要有开始，你就袂有遗憾。有一句法国的古早话吼，伊安尼讲，但愿青春能够早知道，但愿暮年还能做得到。咱应该趁咱还阁有时间，还阁有机会的时阵好好规划咱的第三人生。因为咱早晚拢会变做啥？做伙人。咱也期待咱会当参像约书亚讲的，咱头仔读过的经节，咱最后再读一届。看现今我85岁啦，我也阁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就算咱无法度参像约书亚遐尔有即个勇行的气力，咱犹原会当超越肉体的限制，转化咱心灵的操练，互咱的心灵目睭耳孔会当愈看愈明，愈听愈清，常时建立咱生活的目标。诚侪勇行世代的一份子，享受年老的日子。咱三个来祈祷。我伫天下爸爸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性命，互阮伫你创造的世界内生活。这是这世囝一目面具变老人，由你赏赐阮智慧，知影怎样过阮的日子，怎样把握阮的时间，愿阮所行所做会当荣耀你的名，帮助阮会当超越肉体的限制，转化心灵的操练，常时建立阮生活的目标。诚侪勇行的世代的一份子。阮安尼祈祷，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咱感谢志行长老用遮尔水的信息来甲咱分享。愿咱会当年纪若增长，咱人生的性命若永壮，回应上帝的话。圣诗227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伫主的职事来施献。
这请起立来念奉献的诗歌。咱三个来感谢，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我嘛真意爱将阮的性命完全交予你，求你来掌管阮的性命。伫阮的性命当中，阮真正毋望主你来找见信心来帮助阮，互阮伫你所享受的日子内底，会当活出你所欢喜的款式。阮真正软弱，阮真正依赖信心伫阮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互阮的生命会当发出光。阮献出时献出淡薄的金钱，要做教会圣工的路用，请你亲自来感染来运用。阮咱的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报告，你的报告的大心，咱今仔日敢有新来的兄弟？蔡医师，好，阮后边迄个是蔡医师，咱欢迎蔡医师，欢迎。好，即时我来报告，请兄弟掀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邀请咱全体兄弟到顶日的礼拜前来即个祈祷。主日礼拜时，请咱专心来敬拜，莫阁用手机吼。今仔日是本会所定妇女团契的关怀主日，感谢妇女关怀长老志成长老用勇敢的世代来分享勉励，愿上帝祝福伊的家庭，祝福伊的工作甲服侍。嘛真欢迎姊妹来参加阮妇女团契吼，嘛为阮的团契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一堂礼拜后，少年团契有要举办即个医学讲座，咱是邀请即个台北医学院即个教授蔡尚颖长老来分享。咱拄则有看到伊哈。今仔日的主题是睡眠甲压力，欢迎咱兄弟踊跃来参加。咱今仔日嘛有订便当哦，吼。下晡1点伫咧6楼有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中职同工甲团契会长致意参加。第二项，3月6号拜一上午10点伫咧暨南教会有要召开第76届的北大年会，本会曾牧师、林牧师，搁即个代议志成长老即个前往参加，请代祷。第三项，3月8日礼拜3的上午10点，伫咧咱教会3楼有新眼光的查经班，欢迎来参加。第四项，3月12日就是一个礼拜主日，伫咧是即个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咱有邀请南神即个张刚荣牧师要来咱遮分享，主题是不必犯罪，愿上帝祝福伊的家庭甲服侍。咱嘛来为即个台南神学院用心栽培即个上帝
的宗仆来关心代祷甲奉献。要参加林碧堂传道以及美术传道的即个封牧受职感恩礼拜的即个兄弟哈，伫个迄天11点要集合，11点10分要出发。即摆目前人数一定有42人啊哈，若有无法度参加，今仔日就爱甲林牧师讲哦，因为咱需要办保险以及准备便当的数量。会当参加献诗的兄弟，请伫个3月11拜六的即个暗时8点50分来甲咱教会3楼来联系。好，第5项，本会定伫3月26日，即个主日的时阵要举办全教会联合的追思礼拜，请兄弟将要即个追思纪念的亲人的资料，赶紧来交予瑞祥长老哈。若有要做见证的，请林牧师来报名。当日敢若有一场的礼拜哦。礼拜后伫个4楼嘛要召开奖学金的即个委员会，也要请小会员、主日学的校长以及青少课的辅导来第一参加。第6项奖学金要开始申请咱是要鼓励即个在学学生有即个好的即个成绩，有良好的品格，佮热心参加即个教会的礼拜佮团契活动，有即个定即个奖学金要来鼓励。申请的资格即个成绩的部分，咱家己注意。较重要点嘛是爱即个统计即个参加聚会的即个次数爱13遍以上吼。若有符合资格的，请将成绩单来交予主日学的校长文玉校长，迄是咱的林牧师。申请截止日期是到3月26号为止哦。第7项，即个2023年家庭礼拜安排表，佮即个花材奉献以及清洁的奉献，即个拢搭伫后边的公布栏，咱请兄弟去填起，嘛请兄弟安排即个家庭礼拜，会当伫个即个生日啦，还是结婚纪念日，才会特别感恩的日子，来为遮个花材，还是为遮个清洁来即个奉献，互即个荣耀归伫阿爸爸上帝。第8项，中会财务部甲事务部伫个3月18号拜六的1点半到4点半，伫个邦桥教会有要检查2022年的即个会计的相关账册吼。请财务组甲小会书记、众圣长老准备这些资料，前往受检查哦。第9项圣经的填充题是马太福音4到7章，嘛欢迎兄弟利用这个3月10号到16号新安宫的经文金句导读来祈祷。本周的受请有3月6号的圣娟，3月7号的明哲兄，3月8号的丽玲，以及3月10号有文腾，有献节执事有依珍，咱受请明哲兄，看到献节我们看到献节，我们祝圣节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祝圣节生日快乐，日日蒙恩得福。奉献的精神，请兄弟家己注意。下周的
圣光的侍奉甲聚会的内容，伫个周报的后壁面，那么请兄弟咱家己来注意来看。本周的经句咱搁读一解经句好啦。咱同心齐声来读，伫个周报的中央，咱斗阵来读。看，现今我85岁啦，我还阁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真正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约书亚记14章第10节甲11节，咱搁读一遍。看，现今我85岁啦，我还阁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真正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约书亚记14章第10节甲11节。好，代祷，咱请牧师带咱来代祷。好，安尼咱即时起立，咱为着咱所关心、所报告，也是咱本身所伫遮爱代祷的对象，咱三个开声开出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三个主持主，阮知你听阮，也敬选阮。当即时阮对你的话三个熟，也领受你最最恩典，主，阮感谢你。阮即时也特别为着阮所关心的人来祈祷，无论阮的教会，还是阮的事工，特别阮为着翠兰姐的查某囝双辉，伊得到疱疹、痛痛的中间伫咧恢复，但即时已经有较好势。主可也特别看顾伊，互伊当紧紧恢复伊的健康，领受你大大的恩典。长燕，伊未来将已经成熟要开刀，主可也特别成立的圣手夫妻帮赞，互伊会当伫遐来照医生的吩咐，伫遐来开刀。来得到帮赞，特别伊的血压，要怎样继续食即个血压的药啊，让血压保持伊身躯的健康。主可以特别甲翠兰姐这两个查某囝三个伫咧领受上帝你大大的恩典，伫咧需要顶面，拢有你的圣手扶持甲帮赞。主可以特别甲因三个伫咧。我现在即个中间也有做者阮生活欠安、心软弱。伫各方面所需要的，主可以来成立圣手扶持，帮人坚固因的心，更加有上帝你的眼光来看透万项事。伫因本身的需要顶面，有上帝你的医治甲帮赞，诚侪因身躯最大的勇壮。那是阮的志成长老甲阮讲的，要知影会当伫阮后半时，就是这30年退休了，会当互阮的身躯会当伫遐甲上帝、甲人、甲大自然。甲各方面，我有一个家己真正晓悟伫真理中间的人物，主可以特别甲阮三个伫咧，诚侪阮更较大的帮赞。主，阮的上帝可能你也特别甲阮的教会三个伫咧，阮超找的敬拜中心，也是阮开拓的新邦希望教会，也是阮做事工事项伫今年阮所要做，特别阮今年的目标甲意向，将听带转去。互阮的家庭，互阮的教会，真正充满上帝你的听伫阮的中间，领受上帝你我大的恩典甲祝福。主，阮的上帝，可你特别甲阮三个伫咧，出国出外兄弟姊妹，还是当兵的，可能你也特别拢看顾着因，出去内外，家居的生活，甲一切拢得到你的看顾甲祝福。特别阮大多的对象，主可也特别成立圣手扶持帮赞，伫因的需要。伫因无论伫家庭、工作，还是因本身的身躯各方面的需要，拢上帝你亲自伫遐甲因三个伫咧，祝福医治甲帮赞，拢到伫因的身上。今日阮也讲座，主可能会当互阮伫讲座的顶面，领着上帝你我大的恩典，通过阮的教授的分享，更加当清楚阮人身躯的需要，透过阮即个分享，更加当
看起阮伫即世间身躯各方面，也是阮要怎样去面对遮个事项，拢会当得到帮助。主会来当互咱透过即个讲座，更加会当得到更较大、更较大上帝你对顶面来的恩赐。主，阮感谢你。当即时也将阮本身所带到，也是阮本身的需要，拢完全放伫阮的祈祷中间。主，可能特别也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营新信息397首。咱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三享受圣神的帮助，对这点，甲咱正下姊妹三个伫地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今仔日的聚会到遮别倒，请兄姐每一日咱来实践上帝的话。